310来，那个小老师，这是5、6张作业缴交情形啊。我讲过哈，我不会强迫你们交作业，这个是加分啊。你要有观念，写作业是为了你们自己。你还要教我看的啊，莫浪费你的时间啊，莫浪费我教的时间啊。我会叫恁写迄个作业，可以对恁有帮助啊。所以这互恁看，就是讲，你莫有交的啊，我闹交去啊。你有交，你如果觉得我明明有写有交啊，有错误啊，你要补的，你也可以补上来啊。到期末最后一堂课之前都可以补，但是我还是强调哈，你今天如果要补作业，是把别人的作业拿起来，然后你又照样写一写交过来，你可以不用哈，你也不会不及格。你拿这个时间，你去把地科的内容把它念好，这搞不好你的分数会比较高。所以我来讲，最后一个单元我本来没有要印的，因为最后一个单元我觉得不太好画心智图。但你如果要试试看，我不全班发了啊。给最后一个第7章的单元啊，你来考来搞我杀，我也会放桌上。好像夏老师若有跟你拿到这里，你知道我作业在哪里，你也可以自己过来拿啦，或者下课过来拿啊。自由啊。我要这样子的目的是养成你们学习是为了自己，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啊，对你以后帮助很大。你如果是为了老师、为了家长应付去做这些东西、去学习，没有用，浪费时间。好，来，咱今仔赶时间者哈，来7至3，上好料。来，7至3讲3个东西，太阳、地球、月亮，这3颗星球，它们相对位置，影响到咱的什么状况？第一个是月亮的盈亏，第二就是日月食，第3就是潮汐啊，第3就是潮汐。咱先来看月相的变化，这小学应该用2轨哈。老本节，你会当分辨上弦月跟下弦月，弄半粒啊，都是半颗，你怎么分辨它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满月很好分呐，满月跟满月整颗就是满月嘛，那弯弯就没月啊。现在半颗，来我个问一个问题，是安怎定义一起上弦？这个上弦这个名词，他比较强烈哦，他比较强烈啊，他比较厉害，怎么有用对眼睛啊？对，你想要叫上弦啊？你没有这个疑问吗？上弦，看眼睛啊，看眼睛啊？看眼珠啊？看目睭？目睭下，目睭下啊，脱汤。这要知影，这课本无哦。课本竟然无讲这哦。上弦什么意思？来，咱讲讲这命名，它为什么这样命名呢？来，月亮跟太阳一样，日月星辰都是东升西落。那的定义，在西边下降的时候，要落下的时候，不是要升起的时候，要升起的时候以得病哦。
要落下的时候的半颗月亮。那真恭喜，安呢？这个半颗弯的这边叫做弓，直的这边叫做弦。所以这叫什么月？弦在哪边？上还下？弦是不是在上？所以上弦是这样来的。哎，所以下弦代表啥？啊呢？哎，啊你讲老师有没有左旋右旋？没啦，没有这种天文奇观啦，不会有这种天文奇观啦。但你看图你就知啊，只会有上弦跟下弦啦，月亮不会半颗站起来啊。来，所以你若天空看到半颗月亮，你根据这个定义，你会不会分了？亮东边的是什么？亮东边的是上弦还是下弦？这边西，这边当然东啊。亮东边的就是上弦啊，亮西边的就是下弦啊。你若知东西南北，你就会向分上弦跟下弦啊。安尼知道无？哎，根据它的定义来分，根据它的定义来分。啊，你若讲我若唔知东西南北咧，来，咱各有一个，会当用时间来分。来，咱先来看这，告诉太阳光对这边照过来。来，那月亮会射地球一圈。来，阳光有那个照射月亮的部分会不会改变？月亮有阴晴圆缺，所以阳光照射月亮的部分会不会变化？不会。哎，这题目很容易被骗，没有加前面那一句，你还不会被骗。加了前面那一句，你说对啊，有阴晴圆缺啊，所以会变啊。哎，前面那句话就是陷阱，永远都是1/2。当然有一种状况啊，月食才会变，哎，但是不会因为初一15变。但看到的阴晴圆缺是因为啥？因为我们看到它哪一个部分？阳光照这半部，对不对？这半部咱都没看到，所以这时候就看不到月亮，是不是嘞？月亮运转到家它还是照这半部，就我们从地球上看到，至少看到一半啊，它照射一半。阳光月球又运行到这边，亮的这半部，我们全部都看到了，全部都看到，所以咱就看到满月。来个到家，这半边咱看到，这时候叫下弦月。个回来，那个一个月过啊嘛，偌久？说一年偌久？阴历1个月，大概29.5左右嘛，所以阴历咱有29日，有30日嘛，因为我们过日子不能那个过半天的嘛，就像阳历一样，绕一圈365又1/4天，但是你日子不能过1/4天，所以你就怎样？2月29号给一天，到人生日第一天4年过一次生日啊，安尼有可能无？来，1个月过啊，1个月过去了。来看时间哦，地球上一圈是24小时，24小时。所以人如果在这边的时候，地球上是两起，太阳在你的头顶上方，所以这个时间是两起。
套中岛哈，中午12点嘛哈。来，谁个加？地球自转跟月球公转都是同样方向的啊，所以月球这样转，地球这样自转。好，地球转到这边，来，这时阵是点起，阳光还在这边哦，地球转到这边了，几点？是不是太阳在地平线要落下了？对不对？所以等于6点嘛，哈，下午6点，来，到家几点？阳光在背面，这个的背面，所以是什么？这下午这是 PM， 正午12点，子夜12点，来转到这边，这个形成点是太阳升起，早上6点，好，查这个时间哦，咱查这个时间哦，好，开始说，来，咱看上弦月跟下弦月。为什么上弦月是亮那个西边？来，咱我这个图会看出来。来，哪边？东还西？刚刚不是说你转到这边太阳落下吗？太阳落下是哪一边？西边嘛，所以这边是西嘛，这边是东嘛。地球是不是由西向东转？对吧？所以这边西，这边东嘛。所以上弦月亮哪一边？亮西边，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方向不是绝对的哦，是相对的哦。所以你地球转到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里是下弦月，对吧？这边是下弦月，下弦月为什么换边啊？你不是说同一边吗？阳光会从这边照过来吗？这无讲啊呢。地球由西向东转，所以现在西边变哪边？西边变加，东边变哪一边？东边变这边了，所以太阳从东边升起嘛，对吧？你写到这时，阳光在这里啊，阳光从东边升起啊，这下弦月变成亮哪一边？东边，所以无共平哈，安尼看有哈，来。万不你唔知东南西北嘞，你在荒郊野外失去方向了，然后你要凭着日月星辰来判定现在的东南西北。那原始人哈，依在原始人哈，无什么指南针，无什么时间，你晚上看那个天文，你就知道现在的方位、现在的时间了啊。不过咱去卖哈，因为科技的关系，科技哈造成我们基本能力堕落，了不知？好啦，什么？好啦，有啥个问题？咱就卖科技造成，像在 GPS 出来，咱地图嘛袂样看，你就有 GPS 哈。连走在路上那个方向感都渐渐的变低能弱智了。我依照其实我以前没有 GPS 的话，我最经常有那种方向痴呆症。幸好咱高雄市的路像棋盘一样，就是1星2顺3都4 5 5 6 7 8 9 9 10选嘛。那10条路跟棋盘一样所以做好行都没迷路。结果我台北读册台北路不是这样台北路你一个路口转错不像高雄下一个路口再转回来就好。台北你一个路口转错，你要走好远好远好远，然后还不能转要原地回转。你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回转了，原路回来，再回到刚刚走错的岔路，往正确的路。你走错根本走不到那边去。
我迄阵有一道，我那时候在念师大的时候，在台北念书，兼兼家教，然后呢，我的家教在新生北路，然后我们学校回宿舍是新生南路，就是公馆台大那边。然后呢，我那天晚上就骑车，奇怪，平常的时间了到了，然后怎么一直看不到新生南路？就新生北路骑一骑就会到新生南路嘛，然后就看到台大嘛，然后到公馆我就要转罗斯福路回到师大了嘛。可是我老是看不到新生南路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终于忽然我看眼前出现建国北路高架桥，我才发现我骑反了，我应该往南骑了，结果我往北骑了，难怪我一直看不到新生的南路。那天回去之后，我马上买一个指南针挂在我的背包上。我就算迷路，我也不要南北骑反。结果我跟你讲哦，后来我实习1年，然后我隔年去新竹的清华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又兼了一个家教，那个家教在新竹的香山，也就是往竹南方向。后来用省道里加、清大里加，所以我清大光复路骑一骑，我就左转，然后就到我家教香山的地方。有一道我伤早出门啊，太早出门了，我就想讲伤早去还没上课早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就骑到新竹市区那里，到书店看看书。好，时间到了，结果呢，我到省道我又照样左转。我那天一直骑，我为什么都看不到竹南香山？结果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牌子，欢迎莅临竹北市。为什么你知道？我大学买那个指南针已经丢了，所以那天回去我又买了第2个指南针。我又买了第2个指南针。结果现在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你有 GPS， 这种能力就变得更差了。所以你晚上抬头看月亮，你若不知道方位，你讲我不知道东南西北，我要安怎知影讲这是上弦月跟下弦月？来，还有一个方法，用时间来判断。怎么用时间来判断？来，我问你，上弦月这半粒，它是当时会升起。你什么时候会看到上弦月从东方升起？是不是人伫遮的时阵？转到这里后，你会看到上弦月从东方升起哈，这时阵推掉。月亮不是跟太阳相共呢，讲太阳下山，月亮就起来。你符合这个的只有满月，只有满月是这样，太阳下去，满月升起，满月落下，太阳升起。不过如果上弦月，月亮是在这边，太阳是在这边哦，所以上弦月会在中午12点。上弦月会在中午12点升起，然后什么时候在头顶？6点，太阳落下的时候，上弦月在头顶。然后嘞，那个规包鲨鱼用量都大，不要用切的，要用打包的，有啦。来。买废话，每当个废话，但时间有限哈，要废话等下个礼拜，下礼拜哈，我们下礼拜是最后一节了哈，一样照旧是复习哈，因为后礼拜无题的，无咱万八经啊上无了的留1点仔尾啊，咱只了上尾这，可以潮汐唔知讲会了未啦，好啦，不要紧啦，反正还有一节。来，搞这时阵上弦月从西边落下，
半夜12点的时候，上弦月就落下了哦。换句话说，你如果用时间来看，你看到的半颗月亮，如果是在上半夜12点之前上半夜看到的月亮，那就是什么？上弦月，这样很好分哦。来下弦月嘞，你看下弦月正好交接，下弦月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从东方升起，早上6点在头顶正上方，转到这边中午12点西边落下，所以你伫下半夜看到的半颗月亮，可以啥？下弦月，好吧？会样分啊，会分的哈，两种方式都可以，亮东边或亮西边，上半夜看到或下半夜看到，这两种都可以分。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时间又看到你知道现在时间又知道现在半颗月亮，那你就可以判定什么方位了，是不是呢？你知道方位，不知道时间，看到月亮的角度，你知道东南西北，因为你有指南针，然后你看到这摆月亮比天空的角度，你是不是可以转过来去换算出现在的时间，对不？我讲啊，这对原始人而言，没有手表，没有什么 GPS 的原始人而言，这个是基本能力啊。甚至小孩子一样，晚上抬头一看，现在几点了？知道。啊，不过恁去卖底下，我算半波，老师会抖安怎？安怎？勉强终于推算出来了，那个時間已經過去半小時了，又不準了。這個測不準原理嘛，沒啦，我別講的。這是你的能力誤差啊。其他的做簡單，滿月給我講的，它正好跟太陽的對面，所以呢，日頭落山6點，伊拄啊佇地平線升起，伊拄啊甲太陽交接不對啊。半夜12點滿月在頭頂，凌晨6點滿月落下，太陽升起啊！這反正有看無啊，新月有看無啊，因為關於上面升起，它跟太陽是同一邊的啊。這個月相變化，這個月相變化，來，咱來看日食月食，這嘛有關係哈。第二個重點，日食啊月食。這個食哈，這個食無重字邊哦，日食哦，是安怎無重字邊我嘛不知，可是台語的字有重字邊呢。台語的日食安怎講呀？來，倒變過來，甲風台是有講，台風叫風台，它的日食叫做食日，月食叫做食月。不過它的字寫起來是這樣子，對吧？因為日食沒有這個重字邊所以導致當我們教到日偏食的時候，有人會以為是太陽不吃青菜水果，偏食嗎？日偏食啊，日偏食就是太陽，我都不吃東西禁食了，都唔吃，所以沒法度啦，一個是，他就是寫這個食啊，標準用字就是寫這個食啊，台語的標準用字是有這個食日、食月是有重字邊的食。日食是安怎？簡單來講就是月球擋在地球跟太陽中間，把太陽擋住了啦。你講，你初一的，大概初一的講日食啊，無啊，日食都久我看到啊，想要大家初一都沒日食，因為我們月球公轉軌道跟地球公轉軌道不是
完全重合，它夹了5度的角，所以它都会闪开一点点，一闪开一点点就挡不住了，所以它绕好久，还终于对上了。如果它今天2个轨道面是重合的，那真的就是怎样？每初1避日食，每15避月食，但是差5度啊，这5度一差就导致，隔很久才看到日食月食。不过日食一定发生在初1，月食一定发生在15，这是一定的。还有日食一定发生在白天你要半暝啊讲日食了，笑死人！你慢慢初1的时阵讲月食了，该满月的时候看不到月亮，该看到太阳的时候没看到太阳，这才叫日食，这才叫月食。好，安尼知影来。我问一下你感觉太阳看起来较大，看起来看起来我们知道废话，但太阳比月球还大，问题是太阳比较远好，那就我们地球，比较远的东西会看起来比较小嘛。好，现在问题是从我们地球上来看，你觉得太阳大还是月球大？太阳大还是月球大？这是一个天文的，你不知道说巧合还是说上帝故意设计的如果今天太阳跟月球放到同一个位置它看起来会是月球的400倍大，但是问题是它正好拉到400倍远，500秒嘛。月球光从太阳到地球是500秒，从月球到地球是1.3秒，这中间差400倍，约400倍，所以正好看起来差不多。我讲差不多的原因是，因为轨道是椭圆轨道，它不是正圆轨道，所以有时候这个椭圆会到近日点、远日点。月球到地球也有近地点跟远地点的分别，所以这个400不是很准确的，所以会导致什么？有时候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大，有时候月球看起来会比较大。可是咱那看到讲新闻讲，这是什么史上最大的满月？这什么意思？它就是到近地点。满月就满月，还有什么史上最大的满月？就是因为轨道是椭圆，所以才有什么所谓史上最大的满月、最大颗的满月出来，也就是月球离地球相近的时阵这个三情节问题，月球到太阳跟地球中间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本事把太阳全部遮住？如果它看起来一样大，它就或者比它还大，它就可以把太阳全部遮住。但是万一它看起来比太阳还小的时候，它再怎么对准太阳外面一圈，就是遮不住。所以这个画起来课本有啦不过我一直感觉讲装这当然我用电子书佫唔免3分笔佫图都较水。不过咱老师大家都无用粉笔，安尼制造粉笔的工人不就要失业了制造板擦的工人嘛，会失业，好啦，莫有白讲。这个画的过程其实也是让你们了解这个过程，那么直接图拍出来，我感觉没有感觉了。来，如果这样子，你在这边的人看到的就是太阳全部被遮住。
这叫位于本隐区。但是有一个问题，太阳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球体，所以会发生在这边的人会看到部分的太阳，所以这个区域叫做半隐区。你对照课本画得很清楚，我没有拿尺，也没有画那个也没有量距离。来，偏食是什么？月球离它横，结果你在画这条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地球前面交叉过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你在这边的人就会看不到月球挡住整个太阳，也就是你就看到外面的一环。所以呢，日食分成3种：日全食、日环食、日偏食。来，咱总结解。如果你在地球上处于太阳的本隐区里面，你给看到日全食；如果你处于地球上太阳的半隐区里面，你看到就是日偏食。安尼知影无？这种状况，你不算本隐区，但是也不算半隐区，这是距离的关系。所以呢，这时候叫做日环食。所以一个日食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少部分的区域可以看到日全食或日环食。或就是两者不会同时出现，你要不就看到日全食，要不就看到日环食。然后在这些少部分的地区看到日全食或日环食的时候，其他大部分的地区看到的就是日偏食。安尼知影无？无精神啊！无精神来运动者，来做早操一下。会不会做早操？来教你们做早操。会不会做早操？我们做早操有没有做过做早操？没有，来看示范一遍。来看示范一遍哈。看好做早操啊，做早操，早晨起来做早操，会了没有？来，不会，来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分4动啊，1、2、3、4、2、3、4、3、2、3、4、2、3、4啊，来说来，1、2不止，3回来，4回去，第一动哈，好，再来2一个指一边，3、4，来第3动，3、2反向，3、4，好，第4动跟第1动一样，4、2、3、4，记起来啊，来，咱全部连续哈，1、2、3、4、2、3、4、3、2、3、4、4、2、3、4，来加速哦，1、2、3、4、2、3、4、3、2、3、4、4、2、3、4，来再快一点哦，再快一点哦。再快一点哦！1、2、3、4、2、2、3、4、3、2、3、4、4、2、3、4，还配台词，做早操啊，做早操，早晨起来做早操。来连起来，还会当领毕业证书，知道无？
好啊，有较有精神的啊不，哎啊，哎啊，你莫像一般甲我讲诶，讲老师他玩一玩，他就有挫折，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知道一件事，你小时候一定没有玩伴，你小时候很孤单，对不对？没朋友，对不对？所以只好自己左手跟右手在那边做早操。好啊，来，这三种哈，如果今天月球到这边，我经常形容，今年系啊，搁剩5文金啊，月食是安怎？你们书桌的台灯放哪边？好啊，下课再玩啦。恁书桌的台灯是钢铁头前诶，听讲安无盖好，最好的台灯是立式的，就是站在你后面，因为你站在前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眼睛会看到太亮，会伤到那个眼睛。可是站到后面的时候哈，你要站在左后方还是右后方？还要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啊？你若右撇子，你的灯应该是站在哪边？站在左后方还对嘛？否则你影子会挡到。有没有人摆在正后方的？为什么不能摆在正后方？因为看不到。对，我告诉你，这个概念就是月食的概念。那个台灯就是太阳，你的头就是地球，那个就是月亮。为什么光会被挡住？就被你的头挡住了。所以阳光被地球挡住，导致看不到月球，因为月球不会自己发光，这就是月食的概念。怎样哈？一样，阳光把地球的投影在月球上啊，所以呢，来月食没有月环食，只有月全食跟月偏食。来，这个文字哈差一点点哦，但是我们复习一下哈。当你身处于太阳的本影区，叫做日全食；当你处在太阳的半影区，叫做日偏食。来这边哦，是怎样？月全食是月球全部落在本影区，叫做月全食。月球部分落在半影区，部分落在本影区，澄清哦。月全食、月偏食都是落在本影区，差别只是全部都在本影区，或是部分在本影区叫月偏食，全部都在本影区叫做月全食。那你说落在半影区呢？有，课本没有写，补充一下，半影月食。可是这种情况整颗月亮都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偏，差别只是月球的光度会减弱，整颗满月的光度会减弱而已。所以这个没什么好看。你不仔细研究那个月球的光度，你还是看到整个满月啊。月全食跟月偏食才是看到全部看不见，可是全部看不见不是因为地球会折射红光，所以你看到月亮去，它虽然看不见，你还可以看到红色的月亮。月全食的时候那是咱大气层折射的结果。来。咱先提示一下那个潮汐。来，海水受到月球引力，这边变高，这边变低，这边变低，你可以理解哦。可是我问你，为什么到这边还是会满潮？你说这边
离月球近，受到引力。来，你一个概念哈，这是第一部分，这地球是第二部分，这边海水是第三部分。这边的引力最大，地球是其次，这边引力最小，所以这两边就分开来了。好，这样解释可以接受哈。我用这样子来解释，否则你会觉得说啊，这边被吸引，可是万有引力有没有排斥力？这边为什么会被推走？不是，是因为这边引力最大，地球第二，因为万有引力跟距离成平方成反比，这边最小，所以这边被吸过来，这边引力最小，所以这边也离开啊，所以这是一天里面2次满潮，2次退潮。剩呢，较细节部分啊，那个咱上尾一节来讲，阿哥。